各位朋友，大家好。你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YouTub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喺呢個視頻，我哋教大家點樣可以用零成本達到呢個目標。我哋先了解一下，每一分鐘喺互聯網裏邊嘅海量數據變化係每一分鐘。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域名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我哋點樣可以透過 Google 同 YouTube 着領先呢？我哋試一個關鍵字，帶出嚟嘅關聯頁連接有210萬，全球排名第一嘅係我哋一個關聯產品 Google Best Rotary Heat Pads。呢個係熱升華行業專業嘅關鍵詞，大部分喺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需要投入呢個行業嘅朋友需要購買呢個設備，佢都要打呢個關鍵詞。我哋再帶落去下面 Google 加咗我哋個品牌冠名，帶出2個簡易嘅搜尋。因為呢2個簡易搜尋令到我哋排位嘅權重增加咗。大家可以睇到呢度關聯嘅連接有24,800幾，2個加埋有3萬幾個外聯。因為呢3萬幾個外聯加強咗我哋喺行業裏面嘅權威，令到我哋喺全球排名第一。我哋再翻去 Video 喺 Google Video 嘅頁面睇下，10個關聯連接我哋佔咗8個，裏邊帶出嚟嘅關聯連接有26萬。呢26萬關於視頻裏邊嘅連接喺首頁我哋霸佔咗8個，我哋翻多一頁睇下，情況都係一樣。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第5頁情況一樣。大家可以見到喺呢邊競價廣告多咗。我哋翻去傳統頁面，得2個競價廣告，喺視頻嗰邊多咗1倍。我哋今日講嘅係 video marketing， 大家要將你自己嘅產品提升到嗰個產品廣告化、視頻化，讓你海外嘅客戶透過關鍵詞搜尋可以揾到你嘅相關產品。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而係近在咫尺，因為我哋透過視頻將我哋嘅產品展示喺我哋海外嘅客戶面前，無需要客戶長途跋涉嚟到我哋工廠或者去參觀展覽會，從而令到我哋嗰個知名度、嗰個業務量可以增加。因為客戶要喺你冇準備嘅情況之下睇到你嘅產品，睇到你嘅產品時，讓佢哋更加了解你嘅產品，認識你嘅產品。Video marketing 嘅優勢在於 YouTube 係一個比較開放公平嘅平台，大家可以喺呢個內容裏面睇到我哋嘅相關內容，有郵箱有網址，基本上完全冇屏蔽冇封咗。所以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大家可以重新將自己嘅產品定位，面向一個全球市場。喺嚟緊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第1場研討會，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嘅，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格，或者打電話向香港工業總會諮詢一下。喺呢度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免費平台，呢個免費視頻平台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我哋保證，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出之前，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讓你嘅觀眾、你嘅消費群體可以直接觀看你嘅視頻或者你嘅廣告。同時，觀眾利用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而無需要下載任何 Apps 或者應用程式。呢個係我哋嘅優勢。
多謝大家。